即成个美丽的信心，清心教示，交阮伫地，互阮会当明白，嘛将阮所明白的行做出来，成做阮生命一部分。下面的时间，你亲身来引带保守，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安尼，阮着安怎做吼？咱的讲道是照经课表来进行吼，所以咱今日的题目咱今日的讲道甲顶礼拜有关系吼。顶礼拜有讲到，若要了解，要宽恕，甲迄个悔改的顺序是啥物话？倒一个大先，是悔改先大先。人较要甲你了解，也是咱会当其实会当先决定要来原谅，要来了解。倒一个会当大先啦，跟你悔改哦。伫咱的信仰，其实伫别人甲咱得识的人，伊还未悔改之前，咱其实会当做一个决定，咱会当先要安怎？先甲了解，先饶恕他。因为这就是耶和华上帝对人的做法，吼。今日的经文就是要去接续这款的观念，吼。耶稣已经了解咱了未？他已经宽恕我们了没有？有啊，吼。人得用什么会去领受？用咱的悔改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今日经文讲到。亚瑟的约翰出来，吼，来教示有侪人，吼，要来受伊的洗礼，伊的悔改的洗礼。毋过吼，亚瑟的约翰，哇，无客气呢，一开始就骂，恁遮的毒蛇的类啊，一嘴的是啥物人的意思吼？一嘴的只是恁想必将来会受气啊，所以恁着结迄号。合地反悔的机制，目的家己拍算，你们不要家己安慰自己，讲阮祖先是后壁来喊，迄是耶和华上帝所疼的人，所以阮是伊的子孙所以耶和华上帝的约甲伊的疼，同款的临到我的身上。伊讲毋是，恁毋免想要去牵恁的祖先后壁来喊。恁家己，恁每一个人在结出迄个果子，要结出果子，甲恁悔改的心，相称才来做一个解说因为咱的汉字本嘛是写反悔反悔。咱来看这两个讲法有共款无反悔悔改加忏悔，也是讲后悔、反悔。有共款无？各位兄弟，一不一样？不一样无共款伫对啊。咱的后悔忏悔，会当甲放伫一个范围，叫做什么？跟前人造出来，一款情绪的反应后悔嘛。你若做一件代志是无好的选择，发现结果不好，你就会感到怎么样？这后悔你乐透彩号码买错了你就安那很后悔看无去买到即摆开奖的迄支会后悔袂啊？所以下次还要买，对不对？不过悔改无共款的意思啊。我们的汉字咱汉字还的是好的，悔改后壁有一支啥？有一支改所以这个动词就显现出来，伊毋是干那一个情绪的表达，伊是一个啥物？伊是一个行为一个行动这是一个介重要的分别一个是情绪上的反应我感觉做后悔上帝我做唔到代志我做后悔，有可能会阁做落袂？有啊，下个月下一期我还是买我很后悔，只是后悔没有买对继续买。那悔改咧？悔改什么意思？就停止悔改伫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拢有一个动作，就是转过来、转过来。悔改就是你
停止做你去做即马在做的代志，换一个方向去迄个上帝，这个是悔改的意思。所以，行圣的约翰甲伊吓惊了后，才会要来受伊的洗礼的人，就问一句话，就是咱今日的题目。安尼，阮就安怎做？重点还是那个行为啊！这个意思讲，阮若要表达阮的悔改，要显明我是后悔的，阮来做啥物代志，来表明我是一个悔改的人。下面就是行圣的约翰，伊对来问伊的人的反应。伊讲：你若2领衫，你就分1领，互迄个无的人。啊，食米嘛是共款。你有诶，爱分给迄无诶人。这款的要求是对什么人的要求？各位兄弟，这个是对谁的要求？对别人，对不对？啊，什么啦？对别人啦。无啦，这是对咱啦。咱一般人的要求是安尼啦。你2领衫，1领衫分互无的人。你有够用，有够通食青，有得食米有够，你就分互迄个无的。咱讲完呢？无紧，咱思考一下。另外，佫有人来问，迄是税吏扣税抽象的。伊讲，除了定掉的分，除了定掉的，什么叫定掉？规定的，按照规定来抽税，唔通加收。伫迄个时代我应该讲过啊，迄个时代罗马帝国伊管理界伊打败很多的国家它的幅员广大，伊若要抽象要抽税，伊常常是叫迄个所在的人来负责这款的代志。像伫犹大的地区，这犹太人就一寡有钱人，就用钱去买迄个官位。他成为一个税吏长，上大的，伊佫聘一寡伊家己的小税吏。罗马帝国互因有迄个抽象的权利权利。譬如讲，固定教会，才所有的人，一人一当爱交1000块，这个就是他的。罗马帝国要的，一人一当爱交1000块，这个税吏的去甲恁讨钱对无？伊会讨偌济？够用伊讲1万块啦这是罗马帝国互伊的权利，他有权利他有一个权利，伊会当安那，甲抽1万块，咱每人拢交1万块互伊，这个税吏把偌济互罗马帝国。1000块家己嘞，哇，这个生意要不要做？所以伫迄个时代，税吏就是罪人伊家己看，就是咱讲游监犹太人的监叫游监咱的这个的汉奸对吧？好，对，咱台监咱台监。好，这是对税吏的要求不高无悬就是讲，恁遮的官员照迄个规定来抽象就好莫加体，有没有很困难？安尼有介困难无？若这个抽象的应用到咱即马是讲啥物款的人？头前讲一般人包括咱所有的人，这个只有国税局吗？贪官污吏没有啦，就官跟吏就好，干嘛要贪官污吏你们的想象不够丰富啦。房东算不算税吏呀？干嘛？我们是太多房东吗？咱这是收这房东是吧？房东算不算你照那个精神来想看没
你应该爱照迄个一般定着的规定来修你的厝水对无？吼，你可不可以增加？有无啦？你有这个权利无啦？啊，尤其你在师大路，你可不可以增加到他受不了？可不可以啦？可以啊。迄间卖豆奶，迄间边仔迄个店，已经偌久无开啊，对无吼？伊人口扛伫遐吼，他还是要收那个房租还是很高啊。这个我乱讲的哦，是不是税率等于房东哦？啊？那就是要把自己的房子卖嘛，但是那个租金啊，要到别人住啊，哎，要卖就是算到那个房租的就更高吼，它可以卖较好的价钱，无唔对。好，我们思考一下，咱会当应用到我们哪里的吼？好，啊，另外第三，这个经文刚刚讲三项尔吼，讲不要勒索人，不要敲诈任何人，有粮饷就该知足吼。哦，哎，这里要求什么人？哎，军人呢？哦，所以那一阵的军人是会勒索人哦，会讹诈人哦。哦，啊，家己有国家发的粮饷哦，无满足个会安那？个用抢的是不？好，哇，这个实在有没有符合时事？讲到这个，你就看到这里想到什么？哦，想到军宅去了哦，没错呢。哦，不要勒索，不要敲诈任何人。但是你有一个，哎，军人嘛，你有什么权利？你有迄个合法的什么暴力的，对不？哦，你这强大的，哦，你若要甲一个政府吼甲变过，有可能无？你嘛有这个法度。哦，可是你要知足，哦，唔通用你的合法的暴力，哦，去抢夺、去勒索、去敲诈。啊，那应用到现在，你想到军宅，可是就是只有军人吗？干那军人尔吗？你可以选择什么款的人？啊？你想到王如玄对了。我意思是讲，你除了军人以外，你想到其他什么？咱的行业、职业里，咱这个现代社会，啊？什么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它没有，我是说合法的暴力呢。好，你拢无咧示威游行是无？你拢捌去有警察讲着是无？哎，警察算不算啊？算了。哎，伫咱的社会，警察啊，这段经文咧讲警察比讲军人合适，信不信？信不信？警察更有大的机会可以怎么样？勒索、敲诈，对不？信不信啦？对了。上礼拜讲的那个例子，哎，连20-30年前那些厨妓，谁在管？啊，黑道跟警察是在一起的，好，啊，对呀，好，我们去救那些厨妓出来，他们要躲黑道，躲黑378，还要躲什么？还要躲警察。你有这个暴力，合法国家赋予的暴力。唔过你拿来对付你的人民，你的百姓，这是惊死的约翰伊的提醒。各位兄弟，这2000多章之前的经文，那靠到今日放到今天，咱要安怎来应用？你讲我唔是军人啊，我唔是迄个警察，不过那有可能像王如玄安尼去讹诈、抢夺啊，真的啊。依靠咱的势力，也是咱的人脉，咱有可能去做这样的代志。你讲我唔是国税局啊啦，我都照迄个规定哦去抽税，迄是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个都躲得过。啊，那是第一个嘞，一般人，假设你约翰安怎要求，你有2领3个，安那？有1领互迄个无的，你有9家食米，甲迄亚巴多的人分享，这个我们容不容易碰到？
各位兄弟，咱拄会着袂啦？会啦。啊，你若有这大空间，恁教会若有这大空间呢，有要分人小使用一下无？要无啦？敢真正？迄无熟悉啦，无熟悉的人，甲人使用是足麻烦。各位兄弟，若是无麻烦，就无听啦。咱若要听，咱若要行做迄个实行我们的爱，迄个一定爱有麻烦，你一定会聊落，你一定会受到吃亏，你一定会受苦，你甚至会受伤。今仔日约翰已经讲啊，这简单，他讲得很容易的例子，讲你2领3分，或1领3互别人，你有通食，你不甲无通食的人分享。各位兄弟，教会徛在这个社区，咱是有即款的思考。咱有多的资源，咱有够硬的资源，咱是毋是要甲咱附近的社区有欠缺的人来分享？这是毋是咱放伫咱的心内在思考？也是讲咱一句话，我听上济一句话就是麻烦。麻烦啊！你做这会了钱啊！你做这会找自己找麻烦。你做这吼，害咱教会吼会去互安怎？各位兄弟，咱是毋是看咱四周围人的需要，搬过赢过咱家己，会当迄个卖迄个麻烦？这是今世的约翰，伊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伊对来领受洗礼的人的要求啊。这嘛是对咱每一个人，讲咱是基督徒，讲咱是已经悔改信耶稣的人的要求，也是咱敢若反悔尔，咱对咱的行为反悔尔，咱无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无照咱已经习惯这个世界的做法。这个世界的做法就是咱不断的累积咱的资源。咱的目睭敢若看到咱家己的需要，咱会去相比麻烦，咱会去刁工无看到别人的受苦，无公义的代志，莫拄着我，就拢无要紧。这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较习惯去做的方法。咱有要悔改，还是咱敢若要反悔尔？咱讲做后悔。啊，毋过咱会继续安尼做，毋是伫遮今世的约翰，伊明明讲，咱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咱是要用咱的悔改来领受，毋是用咱的反悔，毋是用咱讲我是第4代、第5代基督徒，我就已经领受到上帝恩典，毋是，是咱每一个人拢清心，爱反省。爱检讨，咱是毋是用悔改来领受上帝恩典？上帝恩典的确是白白，毋是会当交换的，嘛是咱用做啥物代志，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恩典是白白互咱的，啊，毋过咱要领受这个恩典，咱用一个悔改的心，一个更新的人，一个专心的人去领受这个恩典。我来到咱教会已经第5冬啊，其实我看到咱教会愈来愈愿意，甲这个社区分享，愈来愈愿意，甲咱的资源放伫有需要的人顶面。啊，佮有当时啊困难的所在伫对，咱无法度做有智慧、做有聪明去找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各位兄弟，我毋知有讲清楚我咧讲啥话。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哦。我们没有把那个我们的资源花在那个刀口上面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咱甲咱的资源去帮助其实无遐尼需要的人，啊无看到真正需要的人伫咱的边啊。所以各位兄弟，唔通互我一个人去找，好无？知影意思无？唔通互我一个人去找啊！咱目睭闭好开。啊，耳孔啊呐，真足听，迄个呼叫，迄个喊救命，迄个哀求的声，
啊，咱做伙来参详。是啦，咱每一个人有信心，跟咱做伙。啊，帮咱大家互相来帮咱，把咱的资源真正要分享互咱会当接受到的，会当去甲因做伙才会需要的人。尤其是找到咱面头前的人，靠伫咱面头的人，咱的确绝对唔通假啊无看到。各位兄弟，咱唔知影，咱若聊落去吼，会偌济损失，这咱无法度预先去测度的，无法度。啊，毋过咱若有一个即个愿意相信、愿意分享的心，的确上帝甲咱徛做伙，咱的确是伫上帝的保守下面，所以拢毋免惊吓，完全毋免惊吓。上尾，搁一个提示就是约翰。伊用最的话来劝百姓，因传福音。好，各位兄弟，我这一冬来一直在强调，咱基督徒传福音的观念错误，咱拢掠做，迄个非基督徒，毋捌上帝的人，甲传讲福音，就是咧传福音，毋是。你看这个咧。假设的约翰是什么人传福音？他们施洗约翰跟谁传福音？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犹太人。因三四千当来，我还不懂。他们那个时候已经2、3千年，信谁？因信什么人？因信上帝。因有认捌上帝无？有啊。传福音、传讲福音是对什么人传？对认捌上帝的人传。啊，你讲，那非基督徒怎么办？嘛是甲你所讲的，用你悔改的行为，用你的行为去对待非基督徒，不是用你一支嘴去款待非基督徒。传福音就是尽我在甲恁做的代志，我在恁传讲上帝的话，咱互相提醒帮赞，咱要甲咱的性命行活出一个无共款的款式去对待，伫咱四周围抑个未认捌上帝的人，不要搞错对象，咱迄个非基督徒传讲上帝的话是无意义的。我们会讲错意思，我们会讲成成功神学。我跟你保证，我们一定会讲成成功神学，一定会讲成说你信耶稣就会怎么样？赚大钱，赚大钱。你信上帝，你就住大豪宅。我们一定会传承那种福音的。各位兄弟，咱是不是已经悔改的基督徒？是不是？啊，上当了吼！悔改没有已经这回事了啊！各位兄弟，悔改不是完成式，悔改是什么会？进行式。咱每一天，每一个时阵，拢爱来到上帝面头前，咱来思考，咱的行为是不是合伫上帝的心意？咱不是咧悔改，伫咱安尼行做的时阵，上帝平安就甲咱伫地，咱无惊吓，咱知影咱是一个不是悔改的人。啊，满有上帝恩典甲平安的人，已经到年尾啊！吼，新的一冬有要安尼去行做无？各位兄弟，有无啦？啊，今日礼拜煞吼，咱有一个迄个心灵助理二，请到迄个范云姐妹吼，范云女士，要甲咱分享吼。各位兄弟，这讲道片拢做早之前就拢已经定好的啥物题目啊吼。伊今日要甲咱讲去做一个公平正义的台湾吼，甲今日我咧讲的有关系无？有关系无啦？有吼，有就留落来听吼。咱当心来记得。阿爸，上帝，阮真正是满领受你的恩典的一群人。
阮有侪侪资源，阮有侪侪福气，阮父母健康，家己嘛心情平安，囝儿友好。阮真正是伫即个台湾社会，阮即个人真正是满满有福气、有平安、有慈悲、有仁爱，对你遐来。求你催迫阮，愿意将阮对你遐来的恩典，甲阮四周的人分享，互阮有一个遮来的目睭、耳孔，看会出来，听会到别人的呼求、别人的需要。阮真正欢喜甘愿，真做一个福气，要甲别人分享。阮嘛要愿意保护、支持受到无公义对待的人，因为你就是安尼对待阮，你就是安尼拯救阮，帮助阮将即款的生命的款式，就显现伫台湾社会。互阮的同胞照着阮的行为来明白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上帝小事业。